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港之港第33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南昌站。南昌站顏色為淡黃色，位於深旺道側同富昌村對面，於2003年12月16日啟用，係唯一九鐵同地鐵共用嘅綜合車站。南昌站係地面車站，設有4個月台，位於地面層。4個月台原為側式月台，1號及4號月台因為分屬九鐵及地鐵範圍而被主力牆分隔。兩鐵合併後配合閘區合併，港鐵喺該島牆壁開闢咗7條通道，並架設斜道連接兩個平台，自此兩個平台變成同一島式月台。南昌站車站大堂位於地面層之下嘅地庫層。設計上一併提供地鐵及九鐵嘅站務設施，收費區設喺大堂中央，而兩端分別設有客務中心、票務設施、商店及出口。自啟用至兩鐵合併，南昌站車站大堂分為地鐵及九鐵各自管轄範圍，兩鐵收費區接壤處設有柵欄分隔，並設有4組共36部轉線閘機，只需乘客拍卡一次即可同步處理地鐵及西鐵出閘及入閘之手續。有一組車站藝術品設置喺大堂，作品標題係容。南昌站共設有6個出入口，分別係往 V-Walk 嘅1、A2 同 D2 出口，往副食品批發市場嘅 B 出口，往連翔道嘅 C 出口同往深旺道嘅 D1 出口。由於南昌站位置偏離深水埗既有發展地帶，車站周邊大多為住宅區，所以自開幕以來均靠接駁交通前往各區。車站啟用初期，客源主要由九鐵開辦來往深水埗、旺角同尖沙咀嘅接駁巴士所提供。直至周邊地區發展漸見成熟，客量增長，呢個站上蓋物業會駛喺2018年落成 ，V-Walk 商場亦喺翌年開業，再加上車站附近嘅新建公營房屋陸續落成，令南昌站使用狀況大大改善。南昌站喺2003年初竣工，兩鐵喺6月2日舉行慶祝典禮，之後九鐵喺12月7日同16日分別舉行南昌站開放日同九廣西鐵試搭日。地鐵東涌綫列車亦由當日起向公眾提供列車服務，故當日為南昌站正式啟用之日。兩鐵合併喺2007年12月2日生效，南昌站統一由港鐵公司管理。基於南昌站嘅特別意義，港鐵選擇喺當日早上11點半間呢個站大堂近 A 出口舉行兩鐵合併慶祝典禮，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同港鐵主席錢果豐主持。閘區合併喺2008年9月28日實施，轉線閘機當日起停用，並且將大堂每邊嘅2個客務中心合而為一，關閉其中1個櫃位。今日南昌站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未完待續。